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2023年4月13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2章到第15章。我们读的经文是用现代中文译本2019年版。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这段经文，在出埃及记第12章到第15章。12章，上主在埃及对摩西和亚伦说：“这个月要作为月份的开始，作为1年的第1个月，你们要把我的指示教导以色列全体人民。在本月初时，每一户的户长必须为他一家挑1只小羊或小山羊。如果他家人少，吃不了整只羊，他可以跟邻居分1只，以人数和食量的比例分配。你们用绵羊或用山羊都可以，但必须是1岁大的公羊，而且是没有残缺的。到了本月14日晚，以色列全体人民要杀他们挑出的牲畜。人民要拿一些血涂在屋子的门框和门楣上，并且在屋里吃羊肉。那一晚，他们必须吃烤的羊肉、苦菜和无酵饼。羊肉不可生吃，也不可吃用水煮的，必须吃烤的整只羊，包括头、腿和内脏，不可剩下留到第2天。剩余的要在当夜烧掉。你们吃的时候要快快的吃，要束紧腰带，穿上鞋子，拿着杖。这是上主的逾越节。那一夜，我要巡行埃及，杀死一切头胎生的，不管是人是牲畜，都要杀死。我要惩罚所有埃及的神明。我是上主。门框上的血是你们所居住房屋的记号。当我看到这血，我要越过你们的家。在我惩罚埃及人的时候，绝不伤害你们。你们必须纪念这一天，为上主守这节。你们的子孙也应该守这节，立为永远的规律。上主说，在这7天里，你们不可吃有酵的饼，只可吃无酵饼。你们要在第1天清除家里所有的酵。在那7天里，若有人吃有酵的饼，他必须从我的子民中除名。第1天和第7天，你们要集合在一起敬拜。这2天除了预备食物以外，什么事都不可做。你们要守这除酵节，因为这一天我带领你们各支族离开埃及。每逢这一天，你们必须庆祝。你们的子孙也应该守这节，立为永远的规律。从正月14日晚到21日晚，你们不可吃有酵的饼。在这7天中，你们家里不准有酵。凡吃有酵食物的人，无论本国出生或外国出生，他们的名字必须从我的子民中除名。你们不可吃任何有酵的食物，所有的居民都要吃无酵饼。摩西召集所有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告诉他们：你们每家要选1只小羊，把它宰了，好庆祝逾越节。要拿1把牛膝草，沾盆里的血，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，一直到第2天早晨，无论谁都不准出门。当上主巡行埃及，杀埃及人时，看到门楣上和门框上的血，就必逾越那门，不让执行毁灭的天使进你们的家杀你们。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必须永远守这些条例。
当你们进入上主所应许之地，你们要遵守这节期的礼仪。倘若你们的孩子问你们这个礼仪有什么意义，你们要回答：这是献给上主的逾越节牲祭，因为他在埃及逾越了以色列人的家，他杀了埃及人，却保留了我们的性命。以色列人跪下来敬拜上主，他们出去照着上主吩咐摩西和亚伦的做了。到了半夜，上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头胎，上至国王的长子，就是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太子，下至地岛里囚犯的长子，连一切牲畜的头胎也都杀了。那一夜，埃及王、他的臣仆和全国的人民都被惊醒了。在埃及只听见一片嚎啕哀哭的声音，因为家家都死了人。当夜，埃及王就召见摩西和亚伦，对他们说：“快走，你们跟你们的以色列人赶快离开我的国境，照你们所要求的去敬拜你们的上主吧。带着你们的羊群、牛群，赶快离开，也请你们为我祝福。”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赶快离开他们的国家，他们说：“你们再不走，我们就都死光了。”于是以色列人把无效的面团放在锅里，用衣服包起来，背在肩上。他们也照摩西所吩咐的，向埃及人索取金银首饰和衣服。上主使埃及人尊敬他的子民，他们要什么，埃及人就给什么。这样，以色列人带走了埃及人的财富。以色列人从兰塞一直步行到苏哥，不计算妇女和儿童，光是男丁就有60万人。许多外族人和牛羊也跟他们一起走。他们沿途烘烤从埃及带出来没有发酵的面团，因为他们被催逼急速离开埃及，没有时间准备食物。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共住了430年。430年终了的那一天，上主子民中的各支族都离开了埃及。这一夜，上主亲自保守他们，引领他们出了埃及。以色列人也就守这一夜，把它奉献给上主，作为世世代代谨守纪念的一夜。上主对摩西和亚伦说：“我把逾越节的规例传给你们，异族人不得吃逾越节的小羊，但是你们买来而又受过割礼的奴隶不受此限。暂住在你们家里的客人和雇工不可吃，吃的时候要全家一起在屋里吃，不可带出户外。小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以色列的全体人民要守这一节日，但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不可吃这小羊。如果有异族人在你们中间定居，要守这逾越节来遵从上主，你们必须先为他全家的男丁行割礼，这样他们就被当作本地生的以色列人，可以吃逾越节的小羊。凡本地生的以色列人和定居在你们中间的异族人都要遵守这一规例。以色列人都遵从上主命令摩西和亚伦的规例，上主就在那一天带领以色列各支族离开了埃及。第13章，上主对摩西说：“
你们要把长子奉献给我，因为以色列人的长子和牲畜的头胎都属于我。摩西对以色列人民说，要牢记这一天，这一天你们离开了埃及，你们被奴役的地方，这一天是上主用他的大能领你们出来的日子。你们不可吃有酵的饼。你们离开埃及的这一天是在亚比月，就是第一个月。上主曾对你们的祖宗发誓，要把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西魏人和耶布斯人的土地赐给你们。上主把你们带进这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后，你们要在每一年的正月守这节。7天里，你们必须吃无酵饼。在第7天，你们要守这节来纪念上主。在这7天里，你们必须吃无酵饼。你们的境内不准有酵或有酵的饼。庆典一开始，你们就要向子孙解释，这节是为你们离开埃及时上主所行的一切神迹而举行的。守这节是要提醒你们，正像在手上或额上记着一个记号一样，使你们记得要继续背诵上主的法律，因为上主用大能领你们离开了埃及。你们要年年在这指定的时候守这节。上主曾经向你们和你们的祖先发誓，要把你们领进迦南地。当他把那地赐给你们的时候，一切投生的必须献给上主。凡投胎的牲畜都属于上主，但你们要用小羊去赎回公驴。如果你们不打算赎回公驴，就该把它的颈项折断。你们一定要赎回长子。将来你们的儿子问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要回答，上主用大能从埃及我们被奴役的地方把我们领出来。那时候埃及王的心刚硬，不放我们走。上主杀了埃及所有的头胎，包括人的长子和牲畜的头胎。因此我们把所有公的头胎牲畜都献给上主为祭，但是把长子都赎回。我们遵守这规律，为的是要提醒我们，正像在手上或额上记了记号一样，使我们记得上主用大能从埃及领我们出来。埃及王放以色列人走的时候，上帝没有带他们走非利士海边那条近路。上帝说，恐怕我的子民遇见战事而后悔，再回到埃及去。所以上帝带他们绕着远道，经过旷野，往红海走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已经武装好，准备随时作战。摩西带着约瑟的骸骨走，因为约瑟曾经要以色列人在他面前发誓说，上帝拯救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一起带走，离开这个地方。以色列人离开苏哥，在沙漠边上的以坦扎营。白天，上主走在他们前面，用云柱指示方向；夜间，上主走在前面，用火柱照亮他们。这样，他们日夜都可以赶路。白天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，一直走在他们前面。第14章，上主对摩西说：“你去告诉以色列人向后转，在密夺和红海之间，靠近巴力喜分的比哈喜路前面扎营。
埃及王会以为以色列人在陆地上迷路，被沙漠封住。我要使他的心一刚硬，出来追赶你们。那时我要战胜埃及王和他的军队，他们就会尊敬我，知道我是上主。以色列人照所吩咐的做了。埃及王听到报告，知道以色列人已经逃走，他和他的臣仆改变了主意，说：我们做了什么呢？我们让以色列人逃脱，失掉了一群奴隶。于是埃及王登上战车，召集军队，带着所有的战车出发，包括600辆精锐的战车，由军官指挥。上主使埃及王的心刚硬，出来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昂然无惧地离开了埃及。埃及的军队包括战马、战车和骑兵，一直追赶以色列人，到了红海边境。他们扎营的地方，那地方靠近比哈西路和巴利洗分。以色列人一看见埃及王和他的军队赶上他们，非常恐惧，就向上主求救。他们对摩西说：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葬身的地方吗？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送死？你把我们领出埃及，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？我们不是在离开之前就告诉你这事会发生吗？我们告诉过你，别管我们的事，让我们在埃及做奴隶好了。做奴隶总比死在旷野强。摩西回答：不要怕，要站稳。今天你们要看见上主怎样救你们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。上主要为你们作战，你们只要镇定。上主对摩西说：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是了。举起你的杖，向海伸去，海水会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能在干地上走过去。我要使埃及人顽固，因此他们要进到海里追赶你们。但是我要胜过埃及王、他的军队、战车和骑兵，他们就会尊敬我。我击败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上帝的天使原先走在以色列大队的前头，现在转到后面，云柱也转到后面，隔开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。云使埃及陷入黑暗中，却照明了以色列人，因此整个晚上，埃及的军队无法接近以色列人。摩西向海伸手，上主就掀起了一阵强烈的东风，把海水吹退，吹了一夜，海底变成了干地，水分开，好像2堵墙。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，过了海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连战马、战车和骑兵都进到海里。破晓时分，上主从火柱和云柱中观看埃及军队，使他们发生混乱。他使埃及战车的轮子陷在泥中，不能转动。埃及人说：上主帮助以色列人攻打我们，我们赶快逃吧。上主对摩西说：向海伸手，使水合拢，淹没埃及人和他们的战车、骑兵。于是摩西向海伸手，天亮的时候，水又恢复原状。埃及人想从水里逃命，但是上主把他们赶回海里。海水复原，淹没了所有追赶以色列人的战车、骑兵和埃及的部队，一个也没有存留。但是以色列人走干地过海，水分开像2堵墙。那一天，上主从埃及人手里拯救了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横尸岸边。当以色列人看见上主用大能击败了埃及人，他们敬畏上主，信赖他，也信任他的仆人摩西。
第15章。摩西和以色列人民向上主歌唱：我要颂赞上主，因为他赢得了光荣的胜利。他把战马和骑兵投进海里。上主是我坚强的保护者，他拯救了我。他是我的上帝，我要颂赞他。他是我父亲的上帝，我要歌颂他。上主是战士，他的名是上主。他把埃及的部队和他们的战车沉入海中，把最杰出的军官淹死在红海。深海淹没了他们，他们像石头沉入海底。上主啊，你的右手有无比的大能。上主啊，你能够粉碎敌人，你无比的威严推翻了仇敌。你的怒气烧毁他们，像焚烧麦秸。你向海洋吹气，水就堆积；向墙壁竖立，海底变为干地。仇敌说：我要追赶他们，抓住他们，我要瓜分他们的财富，随意抢夺，我要用刀剑毁灭他们。但是上主啊，你只吹一口气，埃及人就都被淹没了，他们像铅沉没于深水中。上主啊，在诸神中有像你的吗？谁像你神圣威严？谁像你行神迹奇事？你伸出右手，大地就吞没了仇敌。你以不变的爱带领你所拯救的子民，你以大能导引他们到你的圣地。万国听到了，战栗惊惶。非利士人为恐惧所笼罩，以东的领袖害怕，摩押的英雄战斗，迦南的居民丧胆，恐怖和惊吓临到他们。上主啊，他们看见你的大能，他们怕得一筹莫展。只等到你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的子民，走过他们的面前，你带他们进到你的山，在那里你培植他们，那是你上主选择为居所的地方，有你自己所建立的圣所。上主啊，你要永永远远作王。以色列人走干地过海，但埃及的战车、战马和骑兵进入海里时，上主使海水合拢，把他们都淹没了。亚伦的姐姐先知美利安手里拿着铃鼓，许多妇女跟着她，一面打鼓，一面跳舞。美利安应和他们唱，要歌颂上主，因为他赢得光荣的胜利。他把战马和骑兵都投进海里。后来摩西领以色列人民离开了红海，来到苏尔旷野，在旷野中一连走了3天，找不到水喝。他们来到马拉，那里的水是苦的，不能喝。为了这缘故，那地方才叫马拉。人民向摩西埋怨，问他：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恳切地在上主面前祈求，上主只给他看一块木头，他把木头扔进水里，水就成为可喝的水。上主在那里颁给他们律例典章，并在那里考验他们。他说：我是上主，你们的上帝。如果你们服从我，做我认为正的事，遵守我的命令，我就不用那惩罚埃及人的疾病惩罚你们。我是医治你们的上主。下一站，他们到了以琳，那里有12股泉水和70株棕树，他们就在水边扎营。今天是4月13日，我们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12章至15章。期待我们明天也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6章至21章。愿上帝祝福你。